从今后分享出看村民大会，我是许丽玲。上礼拜呢，我延续一个话题哟，继续来到冬天来讲到有关浪漫台三线亚航国家级的政策。上礼拜係討新竹關係，今日呢，來到嘅苗栗大湖繼續來討論亞航國家級嘅政策。大家看啊，學中有講嘅好山好水，用嚟打幫也到冬天按針對嘅自然景觀，想行下當然，向下來到學中旅遊，向下來一片老了咯。人講建菜地係建國際，嗰種有關亞航浪漫台三線嘅政策，用嚟做嚟行下菜地咯。今日村民大會愛邀請所有嘅鄉親，還有公部門來賓對呀，向下來討論。咪請電視機面頭前嘅鄉親朋友，向下來關心。今日來到苗栗大湖移民廟頭前，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日日來為大家紹介見邊，向下來討論浪漫台三線嘅貴賓，頭咧係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嘅林彥虎林局長。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嘅總委員總院長，院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還有客委會專門委員劉雄奇劉專委。苗栗嘅鄉親，大家好。有關一個浪漫台三線亞太方案呢，其實先前嘅規劃已經開始嘅。有關一個國家級嘅政策咯，浪漫台三線嘅浪漫，算來係乜嘅咯？我今日要講到苗栗亞片，浪漫乜嘅？我用嚟韓國浪漫咯，對亞嘅想象係乜嘅？來去看下地方好鄉親嘅想法。浪漫兩個字呢，英文反過來。以浪漫的可嘛，實際上台三線藝人用兩隻字來代表，會較貼切，叫做風華啦。風華就有一隻歷史嘅集團。藝術的青蔥要觀念吼，係我們要去重拾我們的過去，找到我們自己本身的價值。頭擺嘎吃啦，我們這個文化價值在哪裡？這樣子我們才知道說我們該怎麼去浪漫。冇本然對人來講，後生嘅吼，期待動態。冇像人上一批嘅講，做本人會賺錢之後，也唔係，也講會賺錢，要下環境保護，要下做埋太大。清楚嘅講，一係用嚟都要笪地方生發起來，用自己嘅產業來生發啦。有曬到太陽的，它會變得比較紅，像這個。希望政府也有政策吼，可以讓我哋新轉來嘅農民，嗰個 Q 嘅農民有生態效益啦，讓台灣嘅都市嘅人大家來鄉下體驗一下農事嘅一些做法，也近年來越來越有名。因為台灣作為風俗有當好嘅管理。鄉親朋友，你知道講浪漫算來係乜嘅咯？其實一個想法呢係對德國來嘅，也係一個浪漫態度。古種客中呢有一道生活習慣，還有嘅體力景觀，咩係親相像。古種呢係講老嘅整理下來哦，浪漫無天錯就係菜地。因為做得行較浪漫咯，就係人來從事人自家嘅菜地生活，還有菜地嘅環境。人來看到像苗栗亞片呢，亞擺嘅浪漫台三線地北度有按到嘅客種，苗栗縣就徛喺有6個鄉鎮，頭分3班、南莊、石潭，再過來到嘅大湖，還有大蘭咯，就到嘅一個3個縣市，總共有16個鄉鎮按到。韓國亞航國家級嘅大案呢，其實行下會提醒大家係從事冬天人嘅生活，也係輕鬆有味。對一部分呢，先來請教人嘅客家學院總委員總院長哦，有人知道講，浪漫台三線國家級嘅政策，有一下國家級嘅資源落來嘅。咁係可以留佢打出一個觀光嘅想法呢？觀光嘅計劃。蔡總統係有一個黨中央嘅政見，佢講浪漫台三線哈，佢除了講現在講浪漫以外哈，其他有一黨中央是講，它要成為一個返鄉的道路，轉來故鄉，而成為年輕人返鄉的道路。但是他要注意到哈，它不是一條道路，能夠成為返鄉的道路是。我們的故鄉要能夠吸引我能夠返鄉，
那我的故乡哈，而成为有让我返乡的条件。故说啊，因为讲环境准备哈，有一动创业的事情，甲田个乡长哈，台府乡长佢动腔啊，佢作为动作安尼长照、日照的安样的project 哈。我因为也动创业讲，后生人上爱去都市上係明白嘅，因為醫療啲上下無啦，因為生人咧啲上下教育嘅安尼環境唔好。有城鄉落差。因為人哋轉來上下嘢，社會咧其他條件係無啦，人就會向外流動嘛，然後變成一個返鄉的道路嘅話，你就返鄉的條件而建立。比如說我因為講，如果只有醫療方面，如果只有那個醫療專車將那個需要你送到都市，這是不夠的。因為台山縣上一定有幾間呢，哈，較優質的診所也好，然後在地來醫療看病。嚴重咁睇安尼咧，其實你要響應轉來過後，鴉片嘅生發愛古到清潮切，乜解都愛有資源，做唔得講都市還有種下整體態。故所咧，後生人也係講其他外地人來到鴉片過後，佢生發唔得啦。係啊，而那生發當然要有生計嘛，哈。但是我們不是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家庭。故說都應該要有好的醫療，雖然你沒有好的醫療啊，個較雖然要有好的教育嘅一個環境。故說因為台山縣跟政策制度啊，一定要包括好好的打造在地的優質的教育環境。好，有關一個好生活、好浪漫，今日呢，當天來按到嘅鄉親朋友，分享你同大家來分享，乜嘅按做好浪漫，還有呢好生活。今日無論講係當天人哦，也係講其他素材來參加嘅朋友，分享你來分享你嘅看法，好冇？睇咧也係種小姊哦，種小姊你係應該係當天人嗬。唔會唱嘅係斯坦人，我一講傾當創業嘅事情，當創業嘅事情是講，北片發展過來咧，嚇到水米平了啦。水米了發展呢，到了鯉魚潭了的新開村呢，網型文化，我知了這網型文化是要非常注意，它這個是全人類的一個發展史。要是把那個發展起來的話，不是草莓還是禪商，還是說要打造的這樣漂漂亮亮的吸引觀光客而已。那個不只是前瞻計劃，那個是非常重要，是人類的一個台灣全人類一個發展很重要的一個概況，它可以是一個史前博物館之類。我是覺得政府要多介入、多指導這樣子啊。但是還是說講每三年一定它有文化，文化是沒有辦法模仿的，那個才是我們的生活的基礎。好，感謝也位總小姊哦，甲佢講到啊，係講有行較多貫通老鴉片按好嘅故事，按豐富嘅內容，小嘢會行較多年，冇聽說對當天還有對亞派嘅政策來講會行較好。不過一下從一按當年來，咩有呢度嘅後生朋友轉來到故鄉鴉片呢？從鴉片呢出於咧反清復明嘅聯盟哦，今日非總咩來到嘅現場，請非總來同大家講到啊，一部嘅呢差唔多有1多年轉到鴉片咧，係大家想嘅，大家嘅中心思想係想嘅乜嘅啊？啊，這浪漫台山縣吼，浪漫迄度，親口幫他講，伊開始90%很多堅持啦。堅持哦。堅持啊。堅持乜嘅呢？堅持理想，比如說友善的環境，哦，靠高品質的農作物，我就轉了，我就發現品牌啊，後生人轉了要做7個品牌，但可以拿7個。農作物啊，不管種乜加蔗啦吼，一堆傳下去，唔係叫人種草莓，唔係有一個品牌吧吼，唔可以當然去排日本人來嘅日順嘅。佢當然係希望大王按嚟做嚟賺到，較多嘅錢，賺個較多嘅錢吼。賺到較多錢，才係重要。吸引後生人留鄉，唔係返鄉哦，返鄉唔係問題。返鄉永遠不是問題，留下來真係留下來唔好再講愛流出去嘅吼。對，因為同啊朋友，我拜六禮拜還有返鄉嘅啊，我一個禮拜有2天是返鄉，但是我5月係出去嘅，因為做到慢慢大家時間來長，比留下來貢獻嘅所長，發展嘅事業，只要留鄉，但係一條解決問題。好，按這些倒車非總哦，留鄉還有講其他人向其他人來嘅素材，重點係乜嘅呢？接下來還有其他鄉親嗎？我們回鄉之後，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浪漫台山縣我們要玩什麼？就是玩遺產。
那遗产是什么东西呢？我玩谁的遗产啊？玩遗产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我们的生活，还有那些老房子。我们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让更多人来体验说我们在地的文化和生活，甚至于我们自己要先去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样子？对我们来说，我们就生活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文化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可是对外地人，平常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对。可是对外地人来说，这个日常不是他的日常，这是我们的日常。他对这个日常他非常的好奇，所以我觉得在文化的层面上来说，就大有可玩，就可以很多东西可以玩了。除了玩遗产之外，就是还有老房子，因为现在在很多法规上面，大家都希望说老屋可以被更新活络一点、活用。对，问题是好多年轻人都想要回来，然后把老房子做更新，然后想要做民宿或者是做其他的发展。可是当我想要让它有更好的发展的时候，却遇到很多法规上的限制。对。安全啊、消防啊那一些，那个都是老屋没有办法去符合的事实。然后再来就是说，怎么样让年轻人更愿意回到农村里面来？农村必须要有多元化的发展。但政府一直在讲说返乡青农，返乡青农。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并不喜欢这个名字，不喜欢它的返乡，还是不喜欢回来从农呢？农这个字。因为我们认为返乡并不是只有从农这一个选择，所以古所讲转来故乡，无就留下来过后，还有其他东道的两位走得去发展。对你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去玩。对，我们可以回来做我们想要做的事业。我可以回来做文创，我可以回来做烘焙，我可以回来做艺术、做创作，我可以回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我回来农村，只有务农一个选择的时候，回来就变成一件很辛苦、不吸引人的事情。那回来，如果这个农村它没有办法有多元化、健全的发展，它整体的环境就没有办法提升。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有更健全的发展环境？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送到都市。那这样长期的分离，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又要再放在山上，然后又要放在都市的孩子身上，我怎么去分身乏术？久了我一定会疲乏。然后尤其是我们在地人的思想，有时候会觉得说，年轻人回来做这个会赚钱吗？有效果吗？对，反正在地他会持一个质疑，甚至于是一个反对的意见。那这个时候政府的角色就是说，在浪漫台三线，它可能有很多的经费上面，是不是能够给我们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去给我们一些辅导和补助的部分也是一样。对，因为年轻人要回到农村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像是下赌注，他需要资源来帮忙。对，我根本就是砸了我可能在外面工作5年、10年的成本回来下这一个赌注。好多车可能係资源要平等，轉嚟故鄉過後，除咗港田限做嚟做到乜嘅呢？今邊呢鴉片嘅李先生哦，有一個同新嘅概念同大家分享。那我是推荐说，我们可以借由无人机飞手的教育训练呢，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苗栗。让苗栗被看见的一个最好的亮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复制300个齐柏林在苗栗？因为呢，齐柏林导演是让我们看见台湾。那如果我们以前苗栗的劣势，反而现在变成优势了，因为苗栗的禁航区是最少的。那如果我们培养了300位一个可以操作无人机飞手的这些国际证照的飞手，他可以用他的不同的视野来记录下浪漫台三线各种不同更温暖的视角。那个甚至呢，平常您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可以借由无人机去看到。其实未来我们希望在苗栗可以向下扎根，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就像之前有几位来宾发言的，我们先让他留下来。他在国小、国中，他就知道说，哦，原来以后我这个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可以用无人机来记录苗栗之美。那我想根本不用他返乡，他直接就留下来了。那我们想，我们政府就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呢，我们再进一步想呢，除了训练出国际飞手记录下苗栗之美之外，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呢，让300位飞手被我们复制出来，以后全国中小学的开幕式、闭幕式，苗栗是不是可以用无人机来做一个开幕，跟做一个闭幕？我们是不是在全国就被看见？那苗栗以前的劣势，反而变成现在我们的优势了。OK， 多謝你咯。新嘅時代冇聽出係有咧新嘅機會，叫種談到按當然咯，有上朋友嚟講到，佢也都其實係當上嘅留到當天留到苗栗咯。你可能係對人嚟講，係知道都當感通啦，你呢？整个苗栗青年回来哈，有几个趨勢哈，有的是說
在南庄，他看到自己家乡怎么田里面种的不是稻子，而是种高级的农庄、农舍、种了很多的农民宿。舍。所以他开始想回来做农耕的这个农作的这整个农作物推广。他有的像在场许多反清复明的好朋友，他们是看到就回来，他们以一个像是乡村策展人的概念，一个策展人，他觉得他不是只做农作物，他应该是把文化跟许多东西都包罗万象的包在一起，当做一个旅游产品在推广。所以呢，我们许多年轻农民他们也会粉墨登场，他们会自己推这个是真的售票，就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整个这整个票券的贩售。所以回归最重要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大家的最大的这个共同点就是爱土地。所以我觉得苗栗其实是蛮适合我们现在大家在讲的里山精神，就是说爱护我们家乡土地，爱护自然的环境，那利用彼此的这个网络资源，我们来保护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这个年轻人回来，其实我们跟在地的黄金人口互相的结合，是可以有很好的这样的成绩展现。古说亚个浪漫推三线青春要喊黑在地，对不对？动体好多车还有这专委呢。刚刚有讲到伊到后场朋友做来过后，可能动要。很需要这个资源上面的协助，还有对亚干配从大帮浪漫推三线的政策，希望同亚头怎么按到素材，推广不喊开懂人，它的定位可能是爱留动体人下来，还会想其他人落来呢。浪漫推三线你系台的方案是一个永续经营的精神所以说我们是要一个长长久久所以系一家跨部会一家平台来共同推动所以唔系讲学委会的计划，这个计划还有动到其他的部会，还有地方政府走在来共同来推动，所以后续有一些可以帮忙返乡青年的还有商业的一些资源都会尽量去帮忙。然后我们主要是要建立一个青年的支持体系借由一个我们的环境的建立软硬体把这个适合还有商业转到一个平台，就一个环境一个创业的环境来建立起来和带动文化产业也推动一个生态旅游一个风潮。因此有的在地的小农还有导览人员餐饮民宿各行各业是在逐步的发展起来。因后上因是会愿意转来生活来创业，所以是支持当地人，然后从这个出发吸引更多人过来，是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初就喊卡到嘅創業機會，也係學位費嘅準備嘅分享還有呢，菜地還有乜嘅特色，乜嘅特產，一個其實先豐富咗嘅好老嘅發揮菜地嘅資源特色呢，一嚟看到沙下來嘅 VCR。苗栗来讲，浪漫台山线地部的山青场、青葱这位几条路地部的当道的特产，像水果啦、像茶叶啦等等，当然地方当道创新的以前，像公馆当道的产业，像陶瓷啦等等，台山线隔壁两条线，台六线几条线非常多的资源。浪漫两个字都觉得很浪漫。不过就是说，先看到他的需要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那如果你真的以浪漫的话，那这个会有困难。为什么？浪漫是一种氛围，你要创造这个氛围，整条线都创造成一个这个氛围，有困难度。浪漫台山线就是食衣住行娱乐总括的一个态度跟方式，应该结合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组成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黑的部分呢，我们就想说，很多盖山乡村的建筑美感、高卫生，还有农业的干净度，我们才能达到说农业老公共做的结合的程度，应该是多方面的。
有关亚风政策呢，佢嘅概念係嘛嘅，甲下面談下到嘅。有人建議講哦，做嚟潛到伊個太風向嘅政策，發揮母雞帶小雞。嘅鄉親朋友人用嚟看咯，應該係愛發揮菜地嘅特色，留意好好，再個發揮留意價值呢。你看到沒有？你演哦，一個農產按豐富，一定豐富嘅。從種植面積來看，九十年呢就佔嘅一個苗栗全苗栗嘅1000人公頃按度，接下來碰柑、通柑，像一種柑嘅類呢，購置咩係一定有名。韓國嘅講到梨嘅，還有葡萄，從大蘭亞片就係葡萄出產到青島，從亞一部嘅就係葡萄嘅一個產季。另外還有呢，從苗栗頭份啊，入邊咩種嘅按度嘅東風明銀茶，其實你就看得到啊，單單一個農業係真豐富嘅。甲下面有人講到喎，轉來故鄉係個無天錯，而來耕田一部分，還做嚟做到乜嘅東西呢？再過來看到接下來嘅一個有關農業嘅發展。假係紅嘅奇豐葡萄，一粒一粒糊到金頭，就像漿嘅糊布沙。推動人家嘅水果哈，因為我們大蘭哈都水果之王嘛哈，將來以後這個葡萄做一個那個水果城啊，沒有農藥污染的。見到到葡萄太出嘅世界，大蘭家夫婦無限切測。做啲葡萄，當然出價咪係高價啲豐富嘅世界。原來落花連滿是後生，佢我漸漸轉來啊，就啲農業嘅態度。所以台按寶貴嘅耕種經驗，淘汰啲人傳承下去。後生人轉故鄉，唔但將係個人嘅希望，還係產業發展新嘅能量。斯坦嘅產業草莓到通柑來講啊，已經作為當中人啦。亞哈就講盡量再把它深度的再推廣下去，因為人口外流嘅問題當然錯，所以要當到嘅產業吧我哋要當認真啲嘅推，對問題講效果可能就比較有限啦。台山縣原先不山按豐富茶未係重點。斯坦嘅部分喺台山縣東方明銀茶真有名嘅。然後呢，嚟變到料理當中，假使講那種選址啊，嘅鹽呢有糖米，有茶米，佢我做到嘅身體好。水講當地嘅食材同碰風茶加入料理度，係佢家庭嘅食材文化嘅亮點。貴台青年啲嘅鄉俗美食，向學生業施工嘅美食。台山縣沿線很多小點的話，你沒有領頭羊來帶動來做聚焦，他們還是會曇花一現，這個聚焦力不夠，所以應該是以大的點啊，一個大的點，你隔一個地方一個特徵，把它大的點發揮出來，我來母雞帶小雞。安用嘅打造出當地全市產業咯，各界羅線百度。今日村民大會來到太湖也打俾你，咪做哋講係浪漫台三線也風政策一個起腳點哦。講到一個太湖，一當然可能都會想哦，吃婆誒就係太湖嘅代名詞，直接會聯想到誒。故所呢，一當鄉親係知道講，轉故鄉係講做哋來發揮一個農產嘅一個優點，咁做哋來複製從太湖吃婆嘅產業一種經濟，好像大家講係經濟草莓奇蹟呢。今日人嘅太湖鄉做咩來到現場哦？浪漫台三線啊，到太湖鄉總共有22公里。大家一講都就講吃婆嘅，其實我到一到我常到別啲地方就講，我太湖鄉唔單止有吃婆嘅，因為吃婆名聲挺響嘅嗬，大家都懂響啦，名聲遠播。係，然後鄉下出來嘅像柑嘅類，柑嘅類我就總共有8種。迄老誒吃婆誒鄉下出來嘅，吃婆誒老一柑誒下來誒時間呢做枇杷下來誒時間呢就係桃李，總共有4種嘅。桃李下來以下就係人家就高級李，我就講太湖誒準李，準李下去嘅我有甜吃誒，甜吃完呢將重複係草莓老也柑誒。故所一年四季呢，就係有嘢水果出產。人就講一樣打造老嘢草莓嘅生發權呢，老去連起來。我想唔單止
草莓生发件，俺老所有的个讲的水果呢，都那一归亚到生产呢。几年呢，老有老人家浪漫台山县来接起来，嗰那个一个呢，就讲老也生发钱呢，老以串联起来的话，我相信本上太府主要当好的一个文史，一个故事，那个呢还有当做的文化。比如讲产业方面，当作家太府唔係單止講搶乜嘅香茅呀，就天天我要種路啊，我要蠶絲啊。唔講搶靠草莓嘅生發件打起來，我想也唔啦，因為草莓冇嘅，我就做單子嘅。係啊，就變那樣，故所特質貴呢。我就要水果的之下呢，我也就做的運用在地產業、在地產業結合觀光消閒，也對話吼，結合我就老人家的智慧、後生人的腦筋，老二串起來，也真係青苔的種子。好，多謝鄉長哦，青春要還係菜地，另外像家下鄉長搶錯，家下有講到吃婆誒，其實也下呢像太府，家下鄉長有講到哦，理嘅咩係當中有一部分，接下來請一個先生來分享。我在104年的時候來到這個新開哈，接他們執行長的時候，我們農民啊真的很辛苦，那時候當時1公斤35塊賣給大盤商。我們當年我幫他們推銷，在幫他們賣的時候，賣了2個半月才賣完。到105年的時候，我經過網絡行銷，因為那時我當市社幾個市社的版主兼社長，我就聯合市社這些詩人跟他行銷，因為詩人是行銷，就是在經濟發揮。我們來徵文之後，他花回去他本社再去 po 文，整個華人世界就知道什麼是尊理。我們現在推的是無毒，像今年我們從105年的時候，我們就經過 SGS 檢驗，就是無毒檢驗，310項的檢驗通過之後，我們再幫他們行銷。今年我們打算進入台積電，現在已經在送審當中。我們就要做離中的台積電，把我們像三星、宜蘭有一個上將禮，我們這裡有個尊禮，但是我們的尊禮不是說我們是皇帝或什麼，我們以客為尊啊，以禮相待，這是我們的鄉長的口號。但我們要做精緻農業這一塊，我們要做唯一，不要做第一。就吃過我們的禮之後，就會再來跟我們買。像我們回購率就80%左右。OK，好，謝謝這位先生哦。剛才有講到哦，準禮，你看一項地方項嘅購置，然後佢變做經濟鐵產過後，還做得來頒文學獎、辦文學獎哦。也接下來嘅林小姐也會同大家來分享到有關亞嘅部分呢，做得對購置亞項經濟鐵產當中，還做得看到乜嘅價值。我覺得說，在整個的浪漫台山縣裡面，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價值，講下好唔好？給新創業嘅價值係差異講哈，我們能不能在這一個產業裡面看到真正的浪漫的因素是什麼？給懂創業嘅一種浪漫因素係才講，我們今天老公追我們，然後男朋友追我們，然後呢，他很鼓勵哈。當棍爛了哈，在這個有用到力氣，然後呢有真的去好好經營這件事情的時候，這個浪漫才會跑出來哈。所有的人都要貼着地面才能夠耕種的這個過程裡面，客家人做的準書誒書檔來準天罡哈。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到，青蔥因為客家基因、客家基因在這裡面做一個完整的呈現。所以我就覺得說文化某輕困難，好，我們要在這裡面耕耘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時候，並沒有很突然把客家基因找出來，我們所有的客家產業，在這個客家基因的這個部分的那個搜尋，哈，這樣子的一個找尋，如果我們可以夠努力、夠認真，一定可以把這個東西找出來。然後呢，我相信我們的浪漫元素，因為可以被感動，一定會非常無比浪漫，讓每一個在這個來這個台山縣哈遊玩的這些客人哈，都能夠帶着他的感動回家哈。這個是我能夠分享的部分。啊，就是也看到你嘅出唔單槍做得有好食，另外呢還做得對東岸看到亞嘅族群嘅價值地位都很建議素材，難擺做得其他咩做得天天按你來做嘿。嘿，是的哈，我是覺得說，在這裡面，我們最重要的價值，還是在於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解讀之後，我們看到客家人存在
这一个台三线上的价值在哪里哈？我们把这个价值能够去凸显出来的时候，就轻用慢哈，能够让人家感动，把感动带回去，这是我觉得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嘿，谢谢。人家他讲到系理的准理的部分哦，还有呢，你看没有的鸦片不是按丰富呀，他天天呢有后上年进来，唔但抢钢铁，还有做其他的事情。青春有黑认真，也还有新的观念的，还有像家还有讲到啊，像一个准理，就中理的，又系讲有诶一个摩托嘅概念过去，你看佢本单嘅价值当中系提升的。现场咪有其他嘅后生朋友系进来鼓向来钢铁嘅，唔过对你嚟讲，知道其实冇按改嘿。大家好吼，我迄转来钢铁啊，我讲的唔係鐵，我講的係山，我種的係柑的，啊，我轉來拄到青苔問題係第一點，就我對我爸爸的問題，就安尼觀念可能無強樣，我做。嗰個會嚴格嘅。咩唔會嚴格啦，冇按嚴衝，我哋好就講，佢想用佢成功模式來複製到我身當個，咁唔係就唔係安尼想，就想做休閒，想做廣告，當想浪漫啊，我就冇想按辛苦來做一件事情。不過對你嚟講，你嘅新觀念嘛，土地使用嘅新觀念，然後你爸爸係有種茶嘅。有種茶嘅，就我土地，我想要做休閒，想要本人看，想要本人了解講，我土地我係用來耕田，我係用來做，本大家地也第一點，就用鴉片嘅加工，就用轉來青苔困難還有加工嘅問題，就。咁誒，我用來加工做清好嘅產品來本冇俾食，我用來加工乜嘅產品做乜東西，大家會接受，也係其他問題。還有當到朋友讀到嘅，佢做當好嘅像有機農業，佢加工咩當有問題啊？佢按貴嘅東西加工下去行較貴啊。古種用較實呢？用較實咯，就也當難計，也就係講，還係有一群小眾佢為了食一種東西。我也真係大家太要盡量去推廣，也這樣對青年農民來講，啲理念大家要支持，也錢拿出來，這樣對青太支持啦。就講做好嘅產品，我有來支持安尼。因為係咧採鐵嘅觀念度差咯。接下來呢，還有其他鄉親來到現場，要向我來分享嘅係陳先生。我想客委會有當初去德國浪漫大道旅遊所發想的所謂的浪漫台三線，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就是說它要保留新開，或者是大湖，或者是南莊，或者是山灣這些地方它原本的樣貌。那所以說，但是問題就是德國和台灣又有不一樣的狀況，就是我們台灣從農轉工業的時候，我們已經開始農業已經喪失了它一大部分，然後在 WTO 的這個架構底下，我們的農業又接受外來的入侵，所以我們台灣其實跟德國有非常不一樣的，所以我們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保有現在的樣子，化危機為轉機。然後那我們就可以看在台三線上面也有北埔老街，也有其他的老街。可是問題就是那些老街和大型商店，他們就是所謂的山外循環，由外地人批外地的貨，然後回來賣給外地人。所以你覺得可能在地位都沒了，都喪失了？那是有一種城市殖民鄉村的一種方式，我覺得那個不是我們現在談浪漫台三線應該主要要用的東西。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應該要設定好說，我們這個浪漫台三線的計劃，它的目標客群是什麼？我覺得它比較像是我們在大湖、我們在新開這些所謂的個人或家庭戶，在地的小農啊，然後想要返鄉的青年啊，或者是有心覺得這個地方很棒，想要加入的人。對，想要來這個地方常住的人，然後我最後要提醒，那個德國的浪漫大道，它到現在仍然只有2線道，沒有4線道。但是我們每次想要建構城鄉發展的時候，我們大家都是希望把路開大。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路越開越大，過客就不會留下來，就越走越快。對，所以所謂的硬體設施的這個東西不是原先德國浪漫大道的既有的思維。我覺得如何把人聚集在這個地方，是我們應該要去模仿它最重要的一個東西。這是我的想法。多謝亞先生哦，剛才有提到哦，喺講進來過後，喺到來到亞達貝亞有一個安身立命的理想居所，也係土地也嘅元素。另外，剛才講到嘅教育還有公衛，無論係醫療也係講一個衛生準備嘅內容，我都係清楚有。近比來講到啊，喺講一個特色小學，大家喺講來加強一個教育嘅資源，係唔係做得本當地人有更加好嘅資源，做得來輸
教育啊，其他所在来嘅人，咪做得有唔會有太大嘅城鄉距離。像一個台府鴉片呢，先前村民台會咪有去一個新開國時候嚟是討論廢校的問題，因為人太少嘅，也係配國嘅天氣直接會讀到嘅。今日我哋邀請到嘅大蘭嘅松聯國小哦，我嚟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大理舊小校一個任務哦，注意你好。对，没有错，就是刚才那个村民有提到的说，要让年轻人回流，要让年轻人留在家乡，他要让孩子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鼓手也好搞，第一两个理念观念之下呢，我们打造了我们的特色的一个学校，也是非常感谢这双联企业社以及农民的合作。然后我们在在这个理念之下，我们的以学校为中心，跟社区合作。那我们开拓我们的特色，我们就是文武双联，共同打造孩子在每个孩子都是精英，每个孩子都可以接受我们精致的一个教育，来发展这个大理旧小校，发展特色嘅小學，有還有冇長啲奈啊？長啲一度哦，哈，因為社區跟農民嘅大家有共同嘅目標，故說這個雙聯企業社它有30%是回饋永好搞。那我們暑假6月25號到7月8號，我們帶小朋友到菲律賓遊學2個禮拜，所以資源是更多的。對，然後也就是重點就是我們要帶孩子打開視野，邁向國際，也是讓孩子知道說，我們透過我們的一個社會的一個企業以及跟農民的一個合作，社區學校孩子的一個教育，發展我們的精緻教育，讓孩子的教育能夠接受更好、更棒的一個基礎。那我們也是希望打造我們孩子的一個基本的能力，也是希望未來我們能夠打造理想家園、幸福雙聯。人講嘅啊，一切天一國之，上係行卡多年來到亞大嘅高校，無論講係土地教育還係公備，其實單都係留佢籌設做好起來。無呢係講校長人轉到故鄉來高校，啊有很深度嘅創造，還有以後一個天呢唔拉嘅世界更勇敢先咯。今日一個劉理事長啊，沒有嚟同大家來分享到當地社區照顧嘅經驗。一偏向咧，畢竟都係有一代安尼無人照顧嘅老人家。哦，個有弱勢嘅團體，因為我哋也有去做一個關懷，哦，因為特別運動送暖咧，一年做100天咧，我哋看到安尼唔係辦法，因為有個十分弱勢嘅時間咧，無人去照顧，佢做晚會5時到3排，哦，所以我哋我哋接一鄉長嘅命令來做一長照2.0，也係苗栗縣體質做嘅鄉村長啦，嚇，謝謝。好，多謝理事長哦。有關一個園區發展，還做得對哪部分來開始做呢？先前已經針對一個客家山啊來做嘅相關嘅古土，還有資源調查，來看到撒下來嘅樣片。全台灣10塊古土就對鴉片起事。這邊的茶葉、茶葉、柑咩，小鋪開得少，係啦。開到石潭新店。苗栗縣石潭鄉嘅民豐山古土，係頭擺幾年愛賣農產日用品，來去當重要嘅套路。跟人講樣了，上家做屁股，下家做基座，係啦，開就蠻簡單嘅，意思就講清地。頭擺當重要嘅套路，一下就係民眾愛鐵山當一門嘅鋪頭。土種苗差唔多15隻客家莊。苗栗縣就佔咗7隻啊！石潭要行下中心點，那石潭過去產業當發展，產業發展靠乜嘅呢？靠古土，所以我講台山縣像一隻人嘅通脈，古土呢就像乜呢？像個微血管。先前地方政府請當地嘅老者向下來勘察，曾經來探討古土嘅時空背景。在我石潭鄉嘅古道啊，吼，目前啊，吼有9條。民豐古土、石海古土也着係塔家直接來行嘅啦，吼。可以講咧，吼，增加有關嘅像觀景台啦，一啲其他嘅標示啊，着吼，可能較細嘅。可能到歷史風化嘅古土，還做得有乜嘅新嘅想象咯？
左兰里西坪这边就有古道，就有那个土地公的故事。那我觉得土地公的故事，他可能因为他是单身土地公，那他可以跟浪漫做结合，就是我们如果2个人啊，然后来到这边，然后陪土地公泡茶，然后可以跟他在这边说说话，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可以制造回忆啊，然后也可以可能好像受到土地公的祝福，也是一种浪漫的感觉。我们是想说我们要去。因为它有一个茶会社古道，这条茶会社古道呢，它以前是就是客家人在这边种茶，然后采茶之后去走的一个古道。那现在这古道已经就是年久失修，然后我们想要就是把这个古道就是加入一些年轻人的元素，年轻人的元素大概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好看的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好玩好吃的，这样把它就是在这个古道去做一个结合。青岛当地的特色讲故事，会重现出古土的风法。我先前就去那个民丰山古土哦，头摆人做，也还有人做民丰古土哦。还有呢，亚达贝就系头摆会打粒青葱油的素菜，还有像亚头摆呢就系石潭，还有公馆同太湖。亚达贝嘅乡亲朋友会来来去去动出一个部分。像亚个动葱油嘅人文形塑环境准备产业发展，就系亚摆嘅政策当中三大方向哦。有关亚个历史应用嘅韩国来制作出加深哦。因为分杨庞先生来讲到，其实也个哦，你看山那个字眼按丰富咩，啥后来应用的老几再个加强呢，应该看法。因为沿路啊吼，一道人文历史，甲香港嘅人文，譬如讲，嘛个慈人无啦，也系萨顿的啦吼，嗰度日本时代甲发展，原住民啦客家人客家人之間咧，亦就衝突，所以我認為一無見得一定是個個客莊嘅文化，應該留原住民南越哦，當然文化都係落來。當然新住民，因為早期起來1861年，漢人來到太湖，頭擺也係原住民嘅地方，所以一定要留原住民嘅文化呢融入去，大家都下來和平相處，甚至於大家同婚嘅關係相當好嘅吼，所以也個歷史方面一定愛。我相信啦，哦，他個講法我冇強樣，做乜呢？頭擺喺老人家口耳相傳，冇乜個文史嘅記載，文史記載呢有咩可能冇清楚，哦，所以我想一個文史嘅調查係呢當有必要。白講嘅資料，都當到可以講故事嘅，行到半路嘅簡單嘅石頭袋袋啊，他個坐下嚟講到故事，一個討論員嘅訓練係有咩有必要？再來。手機方面咧，嗬，手機方面，家下嘅中南嘅朋友也講到，當揭發咧係乜嘅？係台中元素那棟，台中元素那棟咧，中國講他家全部視察來，視到甲，行到夜要行到嚟甲坐查，司機家查也浪費時間咧，哦，也有係沒有整體嘅規劃，將來政府希望係大碳，哦，最節省能源嘅方式，所以台中元素那棟。一個相當大問題，將太湖都打來一年啦，春木幾度辦茶，所以他家族嘛唔願意做茶，也就變到越來越蕭條，冇人一做，客運公司行卡難經營，哦，也就手機方面咧，想辦法佢樣嘅來太中元素嚟解決。多謝龐先生哦，龐先生講到嘅，嚟到亞達嘅體驗浪漫台三線哦，唔但淨係可以促進一個產業發展，嚟摘果子天天哦，其實還可以你可以試試嘅嚟發現亞達嘅人文，還有環境，頭擺一片嘅環境歷史，咩當中有一部分。從現在我見俾人談嘅按道嘅鄉親來講到，其實一三方面呢，都係綜合樓嘅綜合做到嘅係。從見俾大家講到嘅按道方向嘅問題，知道講從哪一部分係較重要，實下來實實大家建議應該相關單位來做嘅呢？睇起來吼，呢個計劃其實係一個建設一個新嘅社會嘅計劃。向建設嘅新嘅社會計劃係樣講呢？因為地底講台山縣呢個地方吼，也係人口嘅性質有改變，也想要恢復轉來。第一個就講文化方面一定要重視，教育要做到嚇。另外一種就講剛才有幾個朋友提到咪吼，土地哈還是最重要的地方。土地上面長起來的做的事情，農業乜嘅農業。用乜個方式來做嚇，也都係漢白一個新社會而誕生嘅當中一個地方。即真係時間來講一件事情啊，講其實也段時間啊，喺啲講台三線當過嚇，已經有當到有想法嘅後生人啲個地位，嚇有想法嘅較老也有啦嚇，唔係講只係後生人。
我建议讲，迄毋免学位费啊，讲台山县平台有一个机费，找一个种嘢，嘛个台山县的嘛个通讯也嘛个台山县生活杂志吼，将按用的观念吼，不断的而流通。吼，比如讲刚刚讲的里山的想法啦，吼，普美的讲法啦，吼，有机农业有嘛个问题，吼，给嘛个那位小众哈，用来参与到加入来动体，感应的动体哈，用的打破跟用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逻辑，用安尼直接用诺贝尔选发的用的方式，其实我谈到按照此类我谈到讲也都想法已经形成，但是慢慢的本给普遍哈，本大概人的分享，就人家讲嘛分享经济啦，加讲的共好啦、共创啦，按那概念哈，而不断的改变。其实最重要喊的概念要先改变。加排一个新社会、新的概念，一个你理想，但有机会来散神那样。好，多车严重哦。看起来呢，比向亲朋友讲到按多东西，其实观念为了给反转过来，嘛该按做新的观念、好的观念呢。今比呢，因可能填的签阿苗，后亲民呢开放本向亲朋友来做补充。我们讲浪漫台山的定义呢，我认为是怎么讲？食衣住行、历史文化的加上美的元素，我们就叫做浪漫台山县哈。就讲有相关住宿的问题，我们的大家对年轻人回乡的困难，如何从事观光产业？我是从28年前从台北回乡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变老男人。好，那现在就是从事观光产业也将近30年哈。那这个30年，我有很深的感触。当初我们来大湖的时候，忙有咖啡厅、西餐厅跟民宿。那因为我来以后呢，大湖增加了12间民宿，它的产值多少呢？超过2亿。包括温泉哈，所以我想在观光产业带动农业的这种形态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土地的，我认为在某一部分的土地政策上呢，我们应该由浪漫台山县慢慢的开放局部的一个点，变成一些特殊的亮点，再把它串联成一个面。那因为基于土地法律的关系呢，农地的使用上确实面临了很大的困难。我们是希望是政府能够有国发会来研究说，我们浪漫台山沿线呢是否有一些能够有法律部分做土地开放的一个政策，像狮潭这么长，总人口在4000多，全部都是外流人口，实在是浪漫台山县，我真的有时候想起来不知道从哪里浪漫起。那我们从这次的乡民论坛里面一直谈到德国的浪漫大道，大家有没有想想，德国浪漫大道为什么大家都朗朗上口？就是它有国际化。那我们这个客家少数民族应该在国际上要受到重视，所以我们的野心应该大一点，我们应该往国际化去发展，包括我们的饮食，包括我们的生态，包括我们的产业、历史各方面，我们应该对外加强，就是做很多软体性的训练，包括我们的餐饮。我比如讲说，我们也许说，外国人来台湾来苗栗，他吃姜丝大肠吗？或者他吃姜丝粉肠吗？我想很多外国人可能不吃，所以我们应该对某一些在食的方面做一部分的研究。还有住呢，在浪漫大道、德国浪漫大道这个乡村这条路上呢，我看国际观光需要的条件就是要改善乡村建筑。如果你今天的乡村建筑沿路都是铁皮，我想这个浪漫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从总监是不是你刚才有讲到啊？食衣住行、历史文化还有美，你刚才讲到讲那个青春有的重点嘿。美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素，我认为观光第一要素要有国际化，一定要改善我们的乡村建筑。是因为现在太丑了吗？太丑了，太丑了！说实在的，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铁皮屋是变成铁皮屋王国，所以呢，我认为政府在前瞻计划里面应该列入说，浪漫台山先加强我们的乡村建筑，把乡村建筑变漂亮，让年轻人有机会从农业观光的角度来发展整个的观光企业，我们才有机会在走入国际化，更进一步的让年轻人更多回乡，还有产值更大的经济。不然的话，如果说都在经济各方面产值不是很高，或者是要死不活的活得不下去这样哈，我想我们这个浪漫台山县会胎死腹中。谢谢。好，多谢叶先生哦。青米还有其他的乡亲朋友，为了做最后的补充嘛，欢迎现场所有的朋友。刘执行长，对不对？主讲浪漫台山县提出
蔡英文总统啊提出政见都有一段时间呢，好，一段时间当多单位来调查，好，台湾浪漫台山线都在做乜嘅，好，其中將太湖兩尾嘅古土，好，出關葡萄，留嘅落關土嘅葡萄，好，還有3條，好，3條葡萄實際來探勘以後。就講也係可行的，來做的。就講政策慢慢的形成以後，我們怎麼樣來落實這個政策？當然，浪漫台山線，我想提出就是看我們主軸一樣的，有3點，提供參考建議啦。第一點就是基礎建設，就是公共建設跟整個環境的改善。其實交通是最重要的。其實我們講浪漫就不一定，我們要有一個主幹道。你看我們大湖每次72線快速道路到達汶水以後，進來都是塞車，塞車以後人家就進不來。好，那我們其實看到台山線這麼長的路線，沒有一個快速道路。前面還有一個彭先生，我來補充下。大家晚安哈，大家喺以下哈，初到呀，喺我講嘢嘅歷史啊。大家可能會皮皮擦啦，也係簡單嘅公墓，也要變成安繁用。所以太湖人民廟是一個信徒將也嘅人民廟改起來以後，簡單所以係新嘅人民廟接停停。也其他嘅以下所有嘅呢，係按人民廟買起來嘅，亦係信徒所有工廠啊，係買起來嘅。但是呢，也按人民廟要發展啦。遇到一個問題，咁呢個先譬講嘅啊，因為受到國有財產局嘅限制，你比如看到一個浪漫台山線啊，由上而下跨部會可以協調，係冇協調，也個土地讓人民廟可以買起來，可以發展以後帶動啦太湖嘅觀光嘅發展因為以下太湖處嘅酒莊較發展，也地方發展，喺帶動下上來以後呢，我相信也個太湖嘅觀光產業有個發展。好，多謝葉先生講到也係信仰文化嘅部分，還有其他鄉親愛做前面嘅補充。甲當到前邊有講，浪漫啊，做愛好生活，各位活得好啊。各位，我們這邊的話，影片的話，其實講從文化傳承，加沒有當因講到。文化傳承其實我知道做 Q 的用老人家，我老只是也條傳聞新的後生的，所以除了青東道新的後生的落來以外，沒有一些的東西講，長照的部分做較好調的，各位用一條老人家可以活得更好，然後更有那個精神這樣子。那人各位講，早期實際遇到的問題來講，呢早期的活動中心唔拉，所以實際上我們的活動中心就在旁邊義民廟這邊而已。那其實，在我們鄉下這個地方，畢竟還是會有一些老人家會有顧忌。那我想說，這個如果因為是國家級的計劃，所以只有借由我們國家級才能去協調。說我們附近其實有一些像國營單位，他們有一些閒置空間可以提供過出來，然後看是不是說撥給我們公所這邊，然後交由社區來做一些公益的使用。那我覺得只有在地方的老人家也能夠生活得很好，然後長照C 點的部分把他們照顧得很好，然後我們的文化傳承跟那個給人家浪漫的這個感覺才會是很好的。因為我相信最浪漫的那個照片，就是兩個老人家在夕陽下牽手的那個背影的照片。安之些各位鄉親，安之些。好，多謝葉先生今邊針對浪漫台山線，大家向下來討論。家下有講到空間嘅部分、交通嘅部分，也偏向轉為來做親密嘅小結。台山線呢個計劃有一隻想法，想來做一隻台山線專屬的浪漫巴士，那是我們最終的一個想法啦，當然解決一方面解決交通問題啊，然後一方面也是帶動本街外地的朋友來良好方便哈。不過這是一個長遠的計劃，在這個前段比較短期的過程中哈，就都該
台湾关巴又开始去做一些，我们有一些合作哈，就推动游程，本台甲县讲了解讲，台县县就买好料的维所啊哈，慢慢的，然后再结合一些横向的一些地方的客运哦，那未来等到已经成熟了哈，那我们游客愿意来了，那我们最后我们希望还是有一个我们专属的一个台县县的浪漫巴士。好，有关一个交通嘅部分，也係全為做嘅回應。但我呢，家下有啲提到講，有關一個信用文化，還有一個空間，係唔係做得老記在個來整理下呢？親民搶合作。50年來，我們的族群文化是非常兼容並蓄的。如何把這樣優良傳統再發揚下去？那以及這個我們許許多多的這樣的信仰中心。那當然在苗栗最多的還是這個北宮，那還有義民廟這樣的信仰中心。客委會其實也真的要推，就是北宮的這個照護圈，用伯公文化來結合社區長照的這個2.0的計劃，目前也在規劃當中。但是最後還是要講一點，其實在整個浪漫台三線的計劃裡，我們在跟中央來開會，客委會是最認真在推浪漫台三線的，但其他相對的部會相較之下就必須要再用點心、用點力，我們整個浪漫台三線才會有更好的未來。好，謝謝。對地方來講，當然係跨局處啊；對中央來講，就係跨部會。咁比如講嘅按到哦，有關一個語文傳承嘅部分，係親民搶演總來做一個設計部分，好誒。從苗栗演鴉片唔但搶西演腔、海陸腔，就連謠片、台譜鴉片都談得到。接下來呢，也語言傳承也鋪演總嘅建議呢。台三線嘅後生人，你講海推子弟哈。唔係講，就是希望佢要講客家話這樣而已。係希望講更多語言的國際語言也可以進來啊。因為將個後生人佢哋視野可以更打開，客家話、英文、配用嘅話，同時一隻時間做學當到語言啊，像你個海推子弟啲個台北當好學教養嚟樣嗬。希望個語言政策客家話一定重要，但是兼顧未來性跟國際性嘅語言嘅教育。好，愛兼顧在地還有國際未來哦。前面呢，就像人愛尋到自家對土地嘅關係，就像一個客家歌手劉永聰，佢有一條歌嘅呢，按照中醫類講嘅法，你會都就衝到那個一啲啲咧，同自家總進來。咁比浪漫台三線苗栗篇嘅討論出到一片，感謝大家，按支持。